0，獨贏位置大熱，暫時係7，準備。 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嘛，中間灰馬呢隻智旺財喎，埋邊啊威威父子啊，內欄呢仲有無敵精英啦，外邊啦最出朗日雪峰啊走上去㗎啦，大約跟住個4、5位出邊呢仲有龍澤飛區啦，中間第6位㗎嘛，咁啊有千里如飛啊，內欄紫色眼罩藍衫藍魔型到爆啦，風雲呢就跟人跑啊，咁再後邊嗰4匹馬啦，分別有桃花多、無極勇將啊，尾隻閃亮老窩暫時殿後係碧海藍天嚟㗎，好啦，咁啊過咗呢個1002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㗎嘛，係朗日雪峰嚟㗎，智旺財第2位啦，龍澤飛區第3啊，無敵精英啊跟住個第4，威威父子紅衫響第5位啊，內欄第6啦，藍衫藍帽仲係型到爆啦，出邊千里如飛啦，後邊5匹馬，風雲藍眼罩尾5嘅，尾4內欄啊桃花多啦，後邊3隻無極勇將啦，閃亮老窩啦，暫時殿後係呢隻碧海藍天嚟㗎，咁啊似乎成個馬群呢都拉得幾散喎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都仲係呢隻朗日雪峰嚟㗎，佢係目前嘅大熱門嚟㗎，跟住響第2位有智旺財啦，位置變動上面有喐動唔係好大嘅，外邊係龍澤飛區內欄第4位呢，咁啊仲有呢隻無敵精英啊，第5位紅衫中檔嘅威威父子啦，咁啊出邊走上去啦，藍眼罩黃帽有風雲啊，埋邊紫色眼罩型到爆，後邊嘅嘛千里如飛桃花多閃亮老窩無極勇將包咗落尾，仲係碧海藍天嚟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朗日雪峰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智旺財就越逼越近㗎咯喎，中間龍澤飛區追啦，外邊威威父子爆落去亦都有反應㗎，後邊嘅嘛風雲亦都外邊追咗少少，最後100零米智旺財走甩咗1個身位都穩操勝券㗎啦，第2嘅嘛係呢隻威威父子啊，第3呢咪有型到爆。